大家平安，真水的学乐歌声将这条主持真无所首做啊真水的合声吼。我感觉咱长老杨长老的词汇有够专业的啦吼。实在是感觉真享受。伫今仔日有机会，我对南部庄脚的所在、乡村的所在，会当讲是无7-11的所在，来甲咱遮尔热烈的所在。昨暗时已经真久无去踅夜市，去树林市甲踅一个，险袂当行袂出来安尼吼，人太侪安尼。感觉到伫即个所在，咱有真大迄个福音的负担。伫我牧会教会，四块练凳拢无带人，唯一带一个派出所，甲一个警员。甲后壁，阮的牧师馆后壁有人饲一只猪仔安尼尔。附近有一届，阮妈妈为台北去找我，讲要去7-11。我讲我差15分，伊讲怎行出去？我袂记得伊讲吼，毋是行路15分，是开车15分所以会当讲，阮迄个所在是真空气真水、真好，风景真好。其他就较属于较偏远的所在。会记得我20年前去到伫即个泰北美斯乐伫遐宣教的时阵，伫泰北金三角迄个泰国缅甸辽国的边界遐，当去的时阵真浓伫遐来来去去有探访的时阵爱骑马探访。但是当我转来了后，听讲迄边美斯乐即个所在已经有7-11啦。但是我的牧会教会附近也无7-11，嘛无邮局，拢爱开车15分，所以阮妈妈惊一个煞无去来甲咱树林会当讲行行出去，就足热烈而且有足侪人，上帝有将足侪人来交伫咱的手中，才会灵魂来来去去伫咱身躯边，毋知咱有迄个负担，要将因带来捌上帝无？毋过做基督徒，讲实在，真正是有真侪的困难。咱也要上班，也要顾3顿，也要服侍，也要伫社会一面拍拼，伫教会内底还佫真侪学习，所以有两边的困难。所以有真侪人差不多大部分拢参加礼拜，参加礼拜差不多伊上大的限度。若要叫伊佫出来唱歌做服侍，哇，这可是佫较进一步的付出。若要佫较当中节的工课，哇，迄佫较济的付，即摆一日拢4年，爱做2任执事才会当选长老，所以爱8年才有机会被选。所以这是一个真长时间真大的付出。有时阵伫即个景气无甲偌好，伫台湾即马大家讲失业率是有史以来上悬的。伫遮尔艰苦经过的日子，环境无甲遐尼舒适的时阵，咱要怎样佫继续持守行咱的信仰的路程？这是一个真大的考验。做牧者嘛是真大压力。伫最近这1-2年内底，我有真侪好朋友的牧师，真少年，加我1岁，住伫台东关山教会的牧师，讲心肌梗塞，46岁来离开世间。佮伫高雄，甲我共中会伫寿中遐做伙服侍的一个万牧师、万宏基牧师，因为真大压力，所以来结束家己生命。所以我一直在想，即马
离开世间的牧者，拢毋是年老，毋是退休牧师，拢是在任的牧师，拢是少年的牧师。甲阮伫南部做伙去追求，伫韩国做伙去，做伙推动即个更新运动的一个红山教会牧师。毋知大家捌无吼？红山即个岳祖祥牧师阮定定做伙泡茶，做伙有当时出去训练，带做伙分享着教会事工。才会知影讲，伊为韩国回来了后，检查了，医生甲伊讲，即个大肠癌已经扩散第3期。这负面的消息，互做牧师的人，也是做同工的，迄个气敢若喘袂啥会过。到底是倒位出问题？为什么福西主真做一个基督徒，他会遮尔大的困难？敢真正遮尔困难吗？毋过伫圣经内底，甲咱讲，保罗甲咱讲爱喜乐，伫困境内底爱喜乐。毋过咱敢真正笑会出来？咱敢真正会当喜乐吗？伫整个台湾140多年的咱的台湾基督长教会的即个宣教史内底，咱20年来拢无进步，你敢知影？咱的会员数无进步。甚至有的教会，迄个100年以上的教会，我无会教会是139年，会员人数是1600个，就是100多年来，拢总有1600多个人伫教会出入登记做会员。毋过礼拜的人只有106个人，160，就是1/10的人礼拜。看见台湾顶个教会，搁伫搁伫迄个风川的所在，年老的人真济。我去短几年久举行30场的告别式。我即摆最近闻到迄个菊花的味，我就感觉足悲伤的，因为主持伤济的丧礼，婚礼才主持一摊尔。我是讲我讲主啊怜悯我共大家要完去啊。所以台湾基督教教会迄教会所互我无甲煞，大家要完。好在阮伫青少年顶面有真大的即个努力吼，甲遐个附近的遐无咧做无代志的囡仔，拢会叫来，来教因电脑，了后学3个月参加团契，电脑就送伊安尼。遐个人吼，较好吸引，就是吼。因厝诶拢散食，拢是阿公阿嬷咧带，拢是迄款外籍新娘即太太生诶囡仔，拢毋是真好嫁。伫遐普遍平埔族诶人，因拢种做，拢种往来，种莲藕乃至香蕉、芭乐，所以因一年四季拢有因诶水果。所以透早，若讲要去探访，因讲因天光就去做事；暗时要去因兜探访，因讲因做到天暗才倒来歇困，煮一个饭，啉一个5巴仔的，就要困啊。所以毋知要毋知找当时探访，所以大部分探访的时间，拢是去到迄个病院的时阵才有探访到安尼。我实在是真艰苦心，上帝会互我拄着。我20年前开始全时间做传道，我住伫台北，派去伫南边。派去南边时，我想南边是倒位啊？从来毋捌听过南边，了后他去找地图，他知影讲是东港过落去。然后伫南新毕业，2002年，搁做传道，搁重新做传道，重新分派，搁抽签。佮抽到寿山中会大南部，哇！佮一伫南，佮一倒位啊！大南部我都捌听过，迄地点我都毋捌听过，讲伫迄个红门港的隔壁啦。即摆拢要迁村的所在，拢是较偏远的所在。了后，我头前即个教会是伫个高雄县内门乡，内门
内门即个乡我都毋捌听过啊，更何况是啥物永兴教会，迄地址吼叫做永兴村顶庄5号，我原来无路啦。就古早就顶庄、下庄、中庄安尼尔，怎安尼叫？那地址怎安尼啦吼？所以旧年88风台水灾，阮做安置站，伫遐有100几个遮个原住民住伫阮遐，有足侪北部的教会要送物资去阮教会吼，甲问地址，搁卫星定位系统吼，拢找无。所以吼，迄一车的水，讲规卡车的水吼，我到即摆袂收到。毋送去倒去，我毋知影，因为足偏僻的，阮个所在足偏僻的，无啥人。你要探访，也是讲要去招遐迷信者，爱伫迄当时才招会来。伫迄个圣诞节，阮有办迄个暗会，叫迄落舞台车上大台，然后兄弟姊妹逐个人拢去煮两三项啊好食的菜，吼，后煮狗肉的呢，我嘛。甲阿婆讲这好食，我一试怪怪呢。讲这狗肉我惊一条安尼啊，因着平埔族吼，也有蛇肉、狗肉的圣诞节主餐，都甲圣诞节的迄个暗会吼，上侪人1500几个，1200几个，逐年都1000几个，因为吼毛菜特别济，铁马几大台安尼，有电视红，都逐个出来，迄个地方的乡长、村长、里长拢有贡献。哦，讲庙啊嘛牵2台铁马来，所以阮伫遐嘛庙嘛牵，啊，佫有一个师傅嘛牵几台铁马来安尼吼。迄个因伫遐的迄个习惯，就是因是利用即个咱像有即个板桌安尼吼，啊叫人来食。有一摆吼煞失电，啊，逐个咧食哇！煞毋知你硬啥拢毋知影，啊，当电来的时阵，我看哇，拢空去啊，有人包转去啊，我煞剩食米粉尔。所以后摆我就知影，我先硬去，啊无吼，当我祈祷煞了落去就袂赴啊。咱的廖平发长老嘛有去遐主持，上尾一届即个救灾煞了，88水灾、风灾水灾，旧年的即个圣诞节，转去做即个报道会。头一届139年第一届报道会，伫遐但是吼，愈暗那毛菜伊迄张若懵了，伊就转去啊。我想无懵了就转去啊，伊就已经无机会啊。钓的人先转去，啊无钓的人